那些年女神陳妍希自從舊年同陳曉離婚之後，佢嘅動向備受關注。近日，佢同細佢19歲嘅小鮮肉周柯宇合作新劇《追擊蝴蝶》，喺國內微博之夜活動上成為全場焦點。兩人唔單止一齊出現喺星光大道，更罕見咁拖手行紅地毯，同其他藝人只係勾住手有好大分別。呢個親密舉動令外界質疑佢哋係咪假戲真做。據講，有粉絲捕捉到周柯宇喺後台遞咗粒糖俾陳妍希，網友直呼幕後花絮比劇入面仲甜。不過陳妍希方面冇回應呢件事，作品同兩人之間嘅互動成為大家茶餘飯後嘅話題。離婚之後嘅妍希似乎桃花運依然無受影響，每次同後生男明星合作都一定會引起關注同埋熱潮。